向进高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15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今年第一回风台黄芳，昨中昼伫菲律宾中部的群岛登陆。气象局表示讲，风台会伫拜六暗到礼拜日上挖进咱台湾，嘛无排除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中风大波，中度风台黄芳14号登陆菲律宾中部群岛，上大阵风到时速190公里。因为阿尔贝省至少有20万人住伫咧沿海地区，或者是正后的厝内面，所以当局紧急撤离20万人。中央气象局预测，黄芳风台未来有可能减做轻度风台，目前是继续向西北西方向所震动。伫拜六暗到礼拜是上挖台湾的时阵。在这段时间呢，在整个南台湾地区，尤其是在台东跟恒春半岛，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哈。那也不排除说在台东地区呢，有一些比较大雨甚至比较豪雨等级的一个雨量发生。如果以这个路径来看的话，气象局是不排除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北南拄好是各种会考，有一寡所在可能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落雨，西部可能因为北风温度会较悬，可先要注意。央国气象局也讲，风台行的路线也阁会变，后礼拜日风台慢慢离开，央国会将西南气流牵入来，面风的西南部会开始落雨。后礼拜一暗，北边的梅雨方面落来，风边加西南风互相作用，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这个锋面呢，其实它会上上下下在台湾附近摆荡。那预计全台都会有雨，有西南季风，加上整个锋面的不稳定，会持续比较久的时间，要特别注意。后礼拜二开始，全台湾拢会落雨。专家讲，梅雨方面系统有无共程度的雷雨包，定然是雄雄就落雨。一般伫咧几点钟过前才发到有测，所以民众伫咧梅雨季节，上好是注意气象局上新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大代志来关心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是带内阁总辞。苏贞昌表示讲，行政团队是上强的团队，所以有真侪首长拢会留落来继续做。14早起，苏贞昌甲行政团队总辞，所内阁成员伫总辞公文签名或者是登记仔。苏贞昌批示填成文稿，完成总辞定数。苏贞昌伫会中表示，行政团队是上强团队，真侪首长会继续留落来。我非常的肯定各位，我们真的是最强的团队。未来很多的所长会继续留下来。行政院长甲所有官员伫行政院头前广场翕毕业相片，文化部长陈立军穿白色西装，看起来真眼棒。伊前一阵仔向苏贞昌请示，也传出要为台北市首长选举备战。文化部长会走找新的人选。另外，科技部长、国发会主委甲侨委会委员长也传出变动，因为照调期满的科技部长陈良基，希望延中回代教册。你有规划要回学校陪他？我想，因为你完成阶段，对，因为还有几天嘛，那我们还是让行政院做正式的宣布。陈良基伫面册感谢4年期间担任公职，总是进前院长搁一摆困谈，也搁一摆表示交接的心意。国发会主委陈美玲时常配合国发会同事，讲着被告伫5日空了后，无要继续做国发会主委，新一届国发会主委会由政务委员江明心接任，交通部、财政部、金管会这首长气流也真受关心。没有人跟你谈吗？因为有安排约见，但还没有约见，还没有办法确定。金管会主委以上，对不对？为国家服务，公仆应该没有什么职务的大小的问题吧？内阁总辞了后，会进入看守期，人事小可调整。卫福部长陈时中、经济部长沈清丁、财政部长苏建荣、内政部长徐国勇、金管会主委顾立雄拢会留落来。另外，防疫指挥官身份，陈时中表示，若是要咧担任卫福部长，就会继续做。苏贞昌也展开个管约巡，按算5日空进前就决定第一波的名单。记者综合报道。内阁总辞文化部长陈立军确定无要继续留落来。伊昨下晡有开记者会，伊讲会使做文化部长是人生当中真幸福、真光荣的代志。毋过即阵啊，因想要回去厝里，好好做一个家长陪囡仔。那我跟我的孩子说，如果总统阿姨连任了，妈妈就回家陪你。遵守甲囡仔的约束，回去家庭。文化部长陈立军确定无要连任，辞职了后要回去陪囡仔。伊讲今年1月16就甲苏贞昌院长辞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烦恼艺文界受到冲击，才延后离开的时程。
台湾文化美丽而多元，能够升回文化部长，能够担任公职为人民服务，是我觉得人生中非常幸福而光荣的事情。地雷军确定卸任，人民找到话拢是感谢甲唔甘。电影工作者王书指出，地雷军对每一个产业的理解甲政策沟通，伊的方式甲用心，互业界的印象真深。更较重要的是，伊甲台湾规个文化产业提升到国家正道的位置。可以看到国外其实内容产业发达或成功的国家，它其实是以整体的观念来思考。譬如说，今天影视、音、动画、漫画、游戏、表演艺术、大众文学，其实它彼此间的合作。相互的授权其实非常的紧密，可台湾过去是因为这个整个产业已经弱太久、烂太久。第一任内通过文化基本法等等重要的法案，而且佫是长久以来争取到上侪文化预算的首长。陈立军讲，这是因为有真侪人做伙拍拼的成果。针对公文法甲中正纪念堂转型还未完成的代志，伊是讲相信好的代志会继续互大家来推动。但都是一直互媒体问讲，敢有参选的想法？伊是至少讲世界无要参选。暂时就是希望能够专心的陪伴孩子跟家人，没有任何参选的规划，也没有任何参选的想法。陈立军要转去厝任陪囡仔，不过艺文界的人士指出，伊在任的时阵，甲文化部经营了真好，无论是啥物人来接任，拢爱继续甲伊维持落去。希望这个压力会当真做好的循环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5日控了后，副总统慢慢换偌清德啊！现任的副总统陈建仁讲，伊要转去中研院做学术研究，而且伊嘛是头一个主动放弃卸任礼遇金的副总统。伊讲，台湾对抗疫情做甲遮尔啊成功，就是大家送互伊上介好的卸任礼物。新知探索的那一个喜悦，这有一点像柯南在解决一个很困难的凶杀案的时候，找到了答案的时候，那个兴奋哦。副总统陈建仁讲到学术的研究，看起来真欢喜。经过这4年的任期，伊搁一届转去中研院担任基因体研究中心特聘的研究员，这嘛是头一届有副元首专入去公职学术研究。等于讲是主动放弃入任的礼遇金，根据规定，入任的副元首会当享受出席国家地点每个月18万礼遇，办公室经费要1300万，医疗保健等等，等于讲是减免2300万的钱。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的薪资是由院长来决定的不是由我来决定。当你活到一个年纪的时候，薪水不是你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最重要的考量就是说，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坚持的、你最爱的是什么？中研院嘛证实已经甲陈建仁的办公室准备好啊，虽讲减少入任礼遇的费用，不过维安也是会保持一定的程度。陈建仁嘛对媒体讲到，任内所经过年金改革、婚姻平权、人权保障等等的工作，嘛捌去互卖甲草头。不过即马武汉肺炎，台湾的防疫真有成果，对伊来讲就是上好的入任礼物。所以谢谢你们，在我即将卸任的这一个时间，送给我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武汉肺炎的防疫的成功。也让我再次看到台湾是充满了无限美好、无限希望。陈建仁嘛表示，确实受到各国的邀请研究，不过伊选择到伫咧后头厝中研院，所以台湾的防疫，但是有需要，伊绝对会来到3工。过来要交互赖清德，伊嘛认为赖清德会是一个比伊更较好的副总统。陈建仁漂泊的退场，佮讲要拄点光台湾的大石，转换做上主手里的小鉛笔，继续来做研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即马伫全世界感染人数440万。病毒搞怪恶应付，美国即马有一项上新的研究是发现讲，有超过1/3的患者邮寄会损伤。武汉肺炎患者若病重的时阵，定定会装呼吸器。新冠病毒一直伫咧突变，可能的并发症也真歹预测。美国纽约州的诺斯威尔保健中心上新的研究讲，超过1/3的患者有邮寄损伤的情形。We studied patients from March 1st to April 5th at our 13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of the 5,449 patients, 36.6% of them developed acute renal failure or kidney injury. Of the ones that got kidney injury, 14% required dialysis. 研究团队当地时间10时讲，因研究的患者内面，37.3%的人入院的时阵就邮寄衰退，或者是入院了27点钟久内出现症状。其中1000多位需要呼吸器的患者，9成出现急性邮寄衰退，无需要呼吸器的患者只有2%。
when the patient went to really bad respiratory failure needing ventilation is when most of the kidney failure was happening. 病人若油脂衰退，油脂无法度甲肺部排出来，就会产生急性油脂损伤。这甲患者当病抑个加互病房的环境甲呼吸器有关系。It's related to being extremely sick and having low blood pressures and very toxic environment where everything, a lot of the organs are shutting down and not just the kidney. So I think it's related to all that milieu of being extremely sick with the big cytokine storm they talk about with COVID. 赵伟伫讲有研究显示，油脂内面可能有病毒，或者是病毒直接影响油脂，拢需要搁进一步确认。这项研究是到目前为止对武汉肺炎患者并发油脂损伤上大规模的研究。赵伟伫讲，这项研究会当帮助医生对新冠病毒患者可能出现的病况，伫咧治疗方法加设备做判断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有44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9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万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同款无新增加病例，同款是依次第440例。香港有1051例，日本有16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俄罗斯超过25万例，美国是超过145万例，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7万例，意大利超过22万3000例，英国超过23万4000例，德国是超过17万4000例。今头倒来国内，咱国内昨昏同款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已经连续32天无本土病例，嘛是头一摆连续7天无新的病例。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嘛向大家恭喜，伊讲对今日开始，中华职棒的比赛嘛要放量开放2000个观众。国内头一届连续7天无人确诊，也是第32天无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出现。全台湾累计确诊人数维持伫咧440例，有7个人死亡。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要向大家恭喜，代表讲社区是真安全，毋过也是袂当放量，也是爱保持防疫新生活。终于在第3次，我们终于到今天也突破到第7了哈，第7天哈，第7个0，好，那当然我们觉得很高兴。那不过仍然不能掉以轻心了哈，我们是想越开放，但是还是要强调个人的防护哈，这个不能少。国内疫情转好，中华职棒顶一日一直争取放量观众入场的人数，还有开放食食座位会当修炼等等。指挥中心表示，相关的审查已经通过，这礼拜5开始会放量入场人数到2000个人，不过暂时无开放家己早食食。饮食的部分，我们现在先开放的是由他们所准备的餐盒的方式，暂时先不开放个人携带零食进入的部分，那也同时也开放这个亲子的部分，可以比较坐在附近。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应该把手的卫生甲家扫的礼貌做好，出门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也是讲坐稳代替高铁等等的大众运输的时阵，爱全程挂喙安。另外，陈时中嘛强调讲，防疫的工作真重要，一定要建立完整的公务防疫体系，未来拄到相关传染病疫情，才会当有效率的来应对。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带内阁总辞，因为有人要走，所以新的人事布局嘛随启动。来看自由时报，107年山顶的消防警察人员特考有4科的题目外泄，发生作弊事件。考试院决定要撤销作弊学生的录取资格，而且会找时间定举办考试。来看《苹果日报》，高雄市长韩国瑜进前认为罢免连署先逃走，去申请罢免投票停止执行，互法院驳回确定。不过韩国瑜这边唔甘愿，针对着中选会4月17日罢免案成立的公告，提出暂停执行的申请。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昨昏嘛已经受理。来关心嘉义潮工科技甲管理学院成立19档，去年互教育部点名讲，因的注册率上过低，学校已经宣布讲，伫7月31日要停办啊，学校要收起来啊，而且老师甲学生一个拢无要留。在我们稻江创校近19年来，我们非常努力，但我们抵不过大环境的一个严峻考验。代表学校出面回信的，希望得到社会的谅解。嘉义县道工科技管理学院
正式宣布，为7月31开始停招停办。岛港的学生是惊一条，嘛烦恼转学的问题。有点麻烦啊。怎么说麻烦？就是都已经要毕业了才转学这样。他就决定这样了。对啊，就在找学校。大4的还好，可是大3的就是差1年就要毕业了，但是他转去别的学校不一定又是他现在这个系。现在是球员啊，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有出路。岛港目前有9个系所，拢总有1700个学生。若是毕业生掠外，还佫有1100外人。校方表示，学校的财务无问题，教职员会当办理优惠利息，嘛有甲学生安排直接10外间大专院校。停办虽然是因为少子化，不过，予教育部列管的专案辅导学校限制真多，嘛互私立学校经营更较困难。专案辅导学校，它需要的是更多的鼓励跟支持，而并非更多的限制。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高教环境之下，我希望政府能够正视大环境之下，应该给予一般私人办校更大的空间、跟弹性、跟诱因。学校表示，接来会按规定做停招甲停办的停事，嘛会替学生启动辅导的机制，而且特别拨2000万，加做专任教职员离职的慰助金，希望会当保障教职员甲学生的权益。伫咧学校要结束19年经营的时阵，会当尽量做好较圆满。记者综合报道。私立的中港决定要收起来呀，嘛正做第6间退出教育界的大专校院。有专家是表示讲，虽望这间学校注册率无好，也毋过财务看起来算健全，会收起来应该是打算要转型，找新的出路。少子化冲击全台湾已经有5间大专校院退场，岛港科技管理学院董事会决定109学年停招停办。有大学校长讲淡薄仔惊吓，因为岛港今年整体新生注册率3%，伫全国大专最后一名，但是公告的财务报表无问题，部分的系招生嘛袂歹。当我有能力去解决我现在的，包括资优、资遣、学生安置的部分的时候，那它可以还有一部分的资金，它可以作为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机制，断尾以后能够求另外一个发展。学生变少，学杂费嘛变少，阁有老师的年金这寡财政负担，张延福认为是互岛港董事会做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全国私校工会认为，岛港伫咧这个时阵决定退场，其实是若是等私校退场条例通过了后，才关起来，董事会利益会有更较侪的损害。新版的条例，它的强制性会比较高一点，就是你一旦落入的专案辅导学校，那个教育部会加配公益董事，那3年后就直接如果没有改善，就直接全部接管董事会，在1年就直接让你这个停办。岛港主动宣布停办，加上未来5年学生降到18万外人，恐惊有10间私校退场。游盈辉认为，私校退场条例一定要赶紧来完成立法。当然，后是认为，若是教育部会当比较以前的纾困，对正派经营的私立学校有更较侪弹性甲补助，会当减少私校关起来的冲击。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咱来看云图，今日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过昼了后，西半部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仔载后日会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东半部甲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过昼了后嘛会落雨。温度方面，今日同款是真烧热，各地高温伫31度到35度，东部高温有36度以上。气象局嘛针对高雄发布柑仔式的高温警告，若后礼拜会变天哦，受方面的影响会开始落黄霜啊雨，而且温度会下降。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这波疫情到底当时会当结束的重点。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坦白讲，新型冠状病毒未来可能会甲艾滋病毒同款，永远袂消失，只有法度用控制。即阵疫情转好，欧洲部分的国家开始分阶段解除封锁，只是这波大流行敢真正消退？世界卫生组织 WHO 日内瓦时间13警告讲，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永远袂消失，要做好长期甲病毒共同生存的准备。This virus may become just another endemic virus in our communities, and this virus may never go away.
莱恩表示，目前无法度预测大流行当时会当受到控制，啊，毋过重点是爱严肃来看待这款疾病，以艾滋病毒做例，艾滋病毒嘛无消失，啊，毋过医学已经找到治疗甲预防的方法。啊，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现阶段上介重要的是尽力研发出有效的预防剂。啊，毋过莱恩嘛讲，就算有预防剂，要控制病毒，嘛是爱开正大的开力。嘛警告各国，袂使无注意偷放限制了后，可能有的风险。We're going to be on that pathway for a long, long time, and as we've seen in some countries, even a small recurrence of disease can cause and the need for a serious response in terms of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WHO 发出警讯的时，美国的吉利德公司当地时间13嘛宣布讲，要甲5间含药厂签约，用非专属性授权的方式，互因伫印度甲巴基斯坦在内127个国家也是地区生产销售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实验性药物瑞德西韦。这5间药厂会当家己定卖介绍。另外，伫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结束进前，也是其他新的疗法、疫苗也未出来进前，无需要付专利的费用。瑞德西韦这个月初1已经得到美国政府紧急的授权，用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啊，那日本10月开始，嘛开始向病院发放瑞德西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巴西疫情，即马是愈来愈严重，一日就加1万外的确诊病例。巴西即马确诊病例计共超过19万例。因个因的总统波索纳洛无按算要封城，颠倒要开放健身房、剪头毛店这个所在，而且讲这个店真要紧，袂使关。巴西武汉肺炎疫情失去控制，过去24小时是增加超过11000个确诊，创过一天上悬的纪录，累计超过19万人确诊，变做全世界第6大的确诊国家，总共13000个人死亡。啊，若是总统波索纳罗13说讲，健身房甲美发沙龙算是必要的开放商店，会当免受封城令的影响，继续营业，怎来引起争议？Saúde é vida, tá? Academias. Salão de beleza e cabeleireiro também. Que isso aí é higiene, é vida. Essas 3 categorias ajudam mais de 1 milhão de empregos. 波索纳罗认为讲，若是甲这寡企业拢总关起来，造成的经济损失会比疫情更较严重，而且更因安尼，甲地方政府来对呛。讲若是有州长无同意的话，则欢迎来改告。面对死亡人数一直增加，医疗体系嘛强要袂堪治。啊，毋过巴西却一直无实施全国封锁，部分地方政府歪向波索纳罗，大家拢家己宣布讲要强制封城。Ficar em casa para quem pode, legal, sem problema nenhum, tá? Agora, para quem não tem condições, a geladeira já está vazia, tá 3, 4 filhos chorando de fome, isso é desumano. Agora tem que trabalhar. 啊，毋过也是有真侪巴西民众认真遵守居家隔离的命令。伫咧巴西第2大城纽约，市政府甲电影公司合作举办行动电影欣赏会，互关伫咧厝里袂当出国的民众会当免费来看。Achei a iniciativa ótima, até para quem tem criança, para a gente distrair pouco. 电影公司负责人米兰达表示，大家拢真拍拼伫对抗疫情，因来负责照顾大家的心，替这寡因为疫情受苦的民众提供一寡娱乐。记者综合报道。啊，那日本政府是宣布讲，部分的所在对站开始已经解除紧急状态，啊，毋过亲像东京这寡较大而且疫情较严重的所在，无包含在内。日本测试延长全国的紧急状态，表示不排除伫疫情稳定的时阵提早解除。14早起10点半，伫咨询委员会确认3大解禁指标，决定包括列作特别警戒区的5个城市：茨城、石川、岐阜、爱知、福冈，甲其他34个县市拢会当解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伫暗头的记者会讲，这个月2日嘛会对剩的8个县市搁一摆评估，疫情减轻的城市有权会当提早解禁。2週間前と1週間前を比べ、新規の感染が減少傾向にあること、直近1週間の合計で10万人あたり 0.5 人以下に抑えられていること、さらには感染経路がわからない感染者の発生状況など総合的に判断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世界解禁，东京增加的感染人数超过标准，还有一个礼拜会的小型运动的选手三段木圣武士感染病毒过身，加做日本运動選手頭一個死亡的病例，所以無伫解禁的城市名單內底。ちょっとまだ怖いかなっていう気はしますね。7日以降だいぶ人が増えてって、
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で働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すごいお客さんが増えてきてるので、解除されたらなんか爆発しそう。嬉しいなとは思うんだけど、なんかちょっと。ね、無理やりその中に混ぜてもらったみたいな感もあったりするんで、警戒しながらやっていくしかないのかなと今は思ってますけどね。虽然真侪县市疫情看起来真稳定，不过爱县的一间病院却爆发群组感染，至少有19个人确诊。记者陈世东整理报道。那中国的疫情即阵哪亲像搁行起来呀？吉林市甲苏南市拢已经宣布封城，而且感染源甲大也找无。吉林市的疫情继续伫咧滚高，为着预防疫情搁拖，伫咧13封城封锁车头了后，吉林市搁宣布10时开始，户外菜市仔全部关起来。吉林市露天早市今天起全部关停，早市开启的时间将会根据疫情的情况另行通知。中国官方全国的疫情通报13新增加3例本土的病例，吉林市1例，辽宁省新增加2例。因应最近吉林市的疫情真严重，13开始吉林市宣布较高风险的地区紧急开始全面封城，吉林火车头全面停驶，要求嘛停卖退烧药啊。几啊天以来，吉林市的本土病例甲辽宁省的病例嘛甲苏南的军事团部有关系。中国嘛加派防疫人员入去苏南市，4个拢拿来消毒。现在分3个地方，有牡丹江、绥芬河、苏南。现在来了，我带了7个人来，现在看需要多少人就地组织。不管是谁，出来一查一等，一查一等，通行证1天就作废，这个人非常恐慌。因应吉林苏南的疫情，下省团报去辽宁沈阳，沈阳市嘛宣布，针对对吉林登去沈阳的人，还有确诊病例接触者，全部要隔离21天，而且要进行3届核酸检测。近10天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减少了22%，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均低于20例，但是本土聚集性疫情中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仍然在增加。中国卫健委嘛伫咧记者会面顶表示，最近10天以来，无症状的感染者是减到22%，新增加的无症状感染者拢伫咧20例以下。嘛承认本土群聚疫情的密切接触者，抑搁伫咧继续增加。官方也是真拍拼伫敲找吉林本土病例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那瑞典这个国家防疫措施颠倒兵，瑞典无锁国、无检疫、无追踪，去防卫着了后，病若好啊，自然就有抗体。所以即阵全国已经有超过1/4的人去卫着。透过这款大规模感染，达到规定拢有免疫力的这款做法，有专家是认为讲波伤大，无妥当。各个户外餐厅、bar、商店拢关起来，各境嘛封锁。不过，伫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所以当看到民众搁做伙食饭是真享受。所以各个拢注意到瑞典的群体免疫的状况。Don't have a strategy of herd immunity. What is in our strategy is that we don't want to stop all transmission. We want to flatten the curve. There. 瑞典真有名流行病学家蒂格内尔的推测，上近伫这个月，瑞典部分的地区地出现群体免疫的效果。伊表示，根据目前当咧做的调查，推测斯德哥尔摩有25%民众捌感染过新冠病毒，而且就可能已经免疫。到4月底为止，全球每100万人就因为畏着新冠病毒不治的比例，瑞典是上悬。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到4月30，瑞典死亡率是超过12%，伫全球感染人数超过1000万国家内底是排第6关。另外，也是比全球确诊人数、死亡率上悬的美国搁加2倍外。美国迄时阵的死亡率是5.8%，用较侪人为着新冠病毒来变做群体免疫，防止第2波疫情扩大。事实上，伫瑞典也是有争论。It can buy you time, obviously, yeah.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have to open up also and to find a medium way. It seems to be that every country will need to get some sort of herd immunity. We cannot get this virus away. 瑞典大部分的民众拢相信政府，而且自我管理。譬如讲，政府宣布商店若是要保持社交距离，也是一个时间内有上侪人客伫内底，拢有可能封关起来。不过，瑞典也是超有2000个专家公开呼吁政府要搁较严格来防疫。因惊的是，唔知影有偌侪人会因为群体免疫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正线直接看来关心后礼拜520总统就职典礼要举行。最近的美军是正式出现伫咱台海附近，唔但有轰炸机，嘛有军舰。按过中国的军机，嘛有出现伫咧南海，互南海情势即嘛真恶真恶。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嘛主动伫咧社群媒体发布消息，抛出别克级库迪拉麦坎贝尔号通过台湾海峡的相片。国防部嘛证实这个消息。美军一艘作战舰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执行一般航行任务。目前是持续向南航行。Twitter 高分内铺一张航行图，美军2架超音速的轰炸机拄关岛飞过台湾东部外海，而且这轰炸机5月份第6届出现伫咧台湾4颗维亚的空隙。美军最近直接出现伫咧台海边仔，专家分析美军的行动甲这项中国最近向外扩张的企图有关系。从东海、台海到南，把它变成一个内海化的话，那么某种程度是要排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前沿存在，所以美国不能让中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内海化的一个运作推动，所以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美中毋但伫咧海上的军事比拼，对以色列国际卫星影像公司伫咧推特面顶公布的卫星相片显示，中国解放军空警500预警机，还有空歼200反舰机伫咧南海英属岛进驻，因为去用刷来机库外口转来逼空。最近美军伫咧南海有真侪行动，而且进行军事操演，学者研判中国的目的是要搞海上的封锁。第2阶段的话，进行民事化措施，为了保护民众的安全，所以他用这个借口来部署军事武力，真正的目的是在保护他的海上航线的畅通，避免被其他国家所宰制。英属岛是南海海上航道的一个基点，学者指出，中国甲海南省三沙市的行政中心对北方的朱佩达开启英属岛，而且进行军力部署，有伊的战略考虑。若是传出中国的公告南海防空识别区，学者研判时机还未到，因为南海领空的问题是真复杂，佮加上南海高大帅的论述有无共的解读。目前中国积极建立行政措施，而且规划大量移民，要增加中国伫咧南海实际存在事实甲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大会18就要召开视讯会议，咱台湾各大拢无受到邀请。外交部是证实讲，咱台湾有14个友邦有向 WHO 提案，加上国际上真侪国家支持咱台湾。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就讲，就算无成，毋过世界替咱台湾讲话即阵风已经开始咧透风啊。虽然台湾控制疫情的成绩袂歹，不过18就要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视讯会议，台湾还未受到邀请。那台湾友邦除了来做观察员的范志刚掠外，其他全部拢完成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最新接获盛文森，他已经完成了提案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我们的友邦呢，能够提案的都已经完成提案了，所以今年可谓是全垒打。唔但友邦挺台湾，还有106个欧洲议会、甲德国国会议员联合送函，和欧盟会员国的卫生部长，呼吁世卫组织邀请台湾的卫福部长陈时中参与。我们希望 WHO 能够倾听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庞大民意的声量，而不是被某个会员国任意的政治操作。WHO 総会への台湾のオブザーバー参加、一貫して支持をしてきているわけであります。こういう観点からですね、率直に言って中国の問題あるんですよ。どうやってですねやっ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は工夫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けれど、できるだけ台湾がですねオブザーバーとして参加できるように努力をし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日本外務大臣吴炳昌指出，台湾无法度参与世卫大会，其中嘛有中国的因素。美国国务院是批评 WHO 讲无权利邀请台湾的讲法，因讲台湾伫咧2009年到2016年，都捌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的邀请，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也若挺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O 的，唔那是美国，包括加拿大、纽西兰、澳洲甲日本，拢表示挺台湾。虽然这一次我们觉得不见得一定会有成果，但是我们看到套一句大家以前喜欢讲的，就是说已经起风了哈，世界已经起风了，大家都帮我们在努力，那我们自己要更努力。卫福部长陈时中讲，虽然无一定有效果，不过真侪国家拢伫咧甲咱斗相共，咱家己嘛爱拍拼。咱若进前讲到的，台湾会伫咧世卫大会期间，家己安排线顶的会议，不过目前的规划甲参与的国家等等的内容，暂时还无要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咱国来做 AI 的宝盛集团，除了许无薪假主管减薪水，即马伫中国的乌北厂嘛宣布讲要收起来。另外，纺织业的订单嘛减真济，台南的纺织工厂封管订单减一半，最近要求员工许无薪假。市面盘就是
当初做总统蔡英文竞选时战袍红起来，宏愿抨击。最近传出要求员工签订单不足隐形措施同意书，要有志员工新年度提休假，加公告请休事病假，无影响全勤奖金，也引起员工反弹别行，因为公司强迫放无薪假。宏愿强调，无放无薪假，也无强迫员工签同意书，这是非常时期的善意。这个都是出自于公司的一个善意哈，而且都有与这个工会协商啊，不可以这个强迫员工的他的自主，每一位员工每月都能有薪水来领哈。现在大环境不好，我想员工都有这个认知跟公司共体时间。那基本上这个公文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员工都很自主性的，会想要说，来协助公司。武汉肺炎拖后尾连带影响订单，也互大厂挡袂过这波疫情。做业大工厂宝盛集团也无法度支持落去，目前宣布实施无薪假，高级主管减薪水。中国河北厂也关厂第一波资遣超过4000人。厂它其实它的生产出货量是占集团总制鞋生产出货量不到2%嘛。那在疫情发生之后，我们也跟客户这边沟通协调。那原有进厂已经做一些转厂生产。那目前对保存整体的这些产能并没有重大影响。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Nike、艾迪达等主要品牌拢陆续宣布，关于北美、欧洲的门市，佮加上 NBA 也停止春的比赛、奥运延期举行这因素，拢互这国际大品牌哪做哪看，连带也影响规个后边大工供应链。真侪企业甘愿苦苦支持，除了2万员工应体谅，也2万疫情赶紧过去，连互市场的需求较紧增加。根据劳动部上新统计，今年第一季大量解雇案件有90件，比去年同期44件暴增1倍以上，大量解雇人数高达4501人，也比去年同期3345人增加3成4。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积电刚有要去美国设厂，《华尔街日报》是报讲台积电已经说一间好所在啊。不过台积电是表示讲公司对海外市场态度是开放的，不过目前无具体计划。台积电伫咧4月中公布第一季财报，税后损益1169.9亿，每一股盈余4.5亿，搁再创历史新高。总裁魏铁甲讲，台积电受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比工业较少，结合台短的量业无大，有个第二季营收会维持伫咧高点，因为先进制程出货依然是台积電主要營收。7-nanometer process technology contributed 35% of wafer revenue in the first quarter. 10-nanometer was 0.5%, and 16-nanometer was 19%. 无受到疫情影响，台积電的表現正好，也互台經濟防做護國神山。不過，《華爾街日報》報道，川普政府正伫咧甲台積電等半導體產業討論，伫美國起晶片工廠來減少美國對亞洲半導體產業的依賴。不過，台積電回應，目前無具體到美國設廠的規劃。It came from China. It should have been stopped. It could have been stopped on the spot. They chose not to do it, or something happened. Either there was incompetence, or they didn't do it for some reason. And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nd out what that reason was. 武漢肺炎對美國傷害誠大，川普講攏是中國的關係，也和中美的關係再度惡化。加川普以後的共和黨的議員葛利漢，昨日提出新冠病毒救濟法案。那中國無對新冠病毒的代志交代清楚，會授權總統制裁中國，包括凍結資產或者是撤銷簽證。那真正內是會個點到中美之間的戰火。其實自從中美貿易戰以來，台積電就夾佇咧中，攏無花瓶。不過，彭博的專欄作家高燦明認為，這嘛是台積電被迫愛做選擇的時陣。記者綜合報道。在地上大條來關心立委布坤基1997年防指控查股票，檢方過當年就提起公訴，這官司拍超過20冬。最高法院昨昏駁回上訴，布坤基確定要防抓去關2年10個月。表情沉重，伫咧立法院議場外口對大眾說明，防合作法令外無當值立委布坤基起用指控，伫咧1997年，甲迄當陣的大鴻公司負責人黃宗宏等人集資來炒凱主、玉成、中益，啊，閣有華隆公司上市股票炒股案，經過20年的訴訟，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布坤基要關2年10個月。聽到這個消息，
非常的遗憾。今天法院做这样的一个裁定，我们还是尊重。我不怕任何的艰难，该来的会来，不跟期就是面对。其实保困期有真侪官司伫拍，伫咧2018年才因为合议插股案，去互判8个月定案一家。去年4月18出价了后，当日去区域立委胜选。2019年理想大地开发案，虽讲2018年8月份去互法院地方法院一审判无罪，毋过法院地检署是公布8大证据，佮提出上诉。伫咧去年9月份二审判伊无罪。安尼是即件大凤插股案，是保困期还未终正正伫咧1997年，甲迄当阵的大凤公司负责人黄宗宏，佮已经过身的股市名人黄仁中等人投资12亿，伫咧离岛消息公告进前一组炒作，去予检方提起公诉。一审判刑6档，二审判刑4档。2013年经二审的时阵，已经拖13年，符合诉讼法审理超过8年的可减刑规定，敢若判刑3档。毋过也是互特赦发挥，佮已经3审去年2月份轻判2年10个月。专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则是驳回上诉定案，而且已经通知检方启动移送逃走的机制。被告等人共同以俗称丙种垫款的方式炒作及操纵华龙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股票，罪证明确。经本月密切审理之后，认为原审、采证、认识及量刑皆无违误，因而驳回被告等人的上诉。若是刷到来保困期2家了，敢是需要补选？中选会表示，因为保困期无去用褫夺公权，会带入2家，所以无补选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伫南京董事长颜清标因为肝生瘤伫高雄中街做换肝手术，伊的第2后生捐肝予伊。高雄中街表示讲，手术了后，伊的恢复较真好，1个月后就会使出院。颜清标3月份做健康检查，发现得着肝癌，医生建议爱做肝脏移植的手术。迄当阵5个囝拢有意愿捐肝，第一阶段是查某囝颜丽敏，甲第2个后生颜仁贤配对有成功。落尾经过家族会议，决定由颜仁贤来捐肝。伫咧手术进前，还阁去镇南宫拜拜，祈求手术会当顺利。他的舅妈嘴是要保佑他健康，保佑他的小孩。最烦恼就是他的太太，你看也要烦恼囝，还烦恼帮菜。你看先生也要开刀，小孩子又要煎。颜清标厝里的人对换肝的代志态度是较保留，无想要加讲。后生颜宽庆甲查某囝颜丽敏的服务处13敢若透过书面声明，感谢外界的关心。负责开刀的高雄中街病院14早起出面说明手术的状况。虽然困难度有较悬，不过手术是真成功。颜先生他昨天晚上完成手术，那么术后的情况也非常好，完全清醒。那么捐肝者这个儿子已经完全清醒，昨天晚上就已经拔罐。那么坦白来说，这一例手术是我们近2000例手术中难度比较高，那么挑战最大的手术之一。陈调良表示，颜清标肝的瘤是早期的，差不多2-3公分，为着避免会断开，伫咧开刀进前就先用药治疗，等肝的瘤缩小到1公分了后，再做换肝的手术。经过治疗，会当减少佫翻苦的几率。也若捐肝予伊的第2后生是保留倒病35%的肝，目前意识真清楚。也若颜清标差不多1个月后就会当出院。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更新，咱过来，即马疫情转好，交通部按算在研究防疫旅游指引，今日要开会讨论。目前是按算讲代替高铁一寡规定会放零，而且车顶嘛会使开放食物件。毋过5日节连续假期，坐车嘛是爱强制挂喙安磅体温。疫情转好，交通部规划豆豆放零坐大众运输部分的禁令，一开始开放的会是恢复代替连续假期新的自强号客票，佮有高铁的自由座。另外，伫双梯顶悬食物件的规定嘛会解禁，时间点是由指挥中心决定。毋过，确定伫咧5日节试运期间，也是爱强制挂喙安佮磅体温。好，让大家可以有简易的饮食。好，我们已经指示。包括高铁、台铁在进行规划。端午节之前我们还是从严来部署，还是以目前就是戴口罩做规定。国内旅游的部分，游乐园的放零入园的人数原本上限的50%，
放电到80%。交通部当然建议防疫旅游的指引，包括坐车、大个所在，佮有食物件，拢有一套的标准。520要启动的观光协会防疫旅游团体，路线会伫全台湾，而且是以户外为主。行程不大一样嘛，他一定会选择比较属于户外的景点为主轴嘛，好，然后在操作面。旅游业要照那个守则来，防疫旅游的概念融到新的旅游的一个产品哈，那这个新的旅游产品就是变成所谓的归到我们防疫新生活。交通部拜五会开会讨论公共运输改进的时程，而且关公开放3个计划。讨论的结果会予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对外宣布改进的时间佮执行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发生一件车祸，2台车相撞，却发现讲其中有一台 Toyota 的轿车，和道路顶头的安全气囊毋那无崩开，内底却弄钱报纸，有够含糊。它这个是感应，它这里面是不一样。全新无安装原厂安全气囊，就设伫个巷道路内底。平常时开车看无，只有车体被大力弄到才会启动。汽车材料行业者展示安全气囊，了解后边有一个辅助火hiệu，只要是安全气囊炸开，就无法度使用咯。佮加上是真贵，一粒3到5万，有人选择无必修理，甚至有恶心自首车商，将伊提掉转卖。就伫前一阵仔，花莲发生一个车祸，一台差不多5年的 Toyota 被火车弄到，安全气囊无别开，发现内底是贴满旧报纸。比较黑心的。车上它就是收起来，它里面把它塞住以后，它把那个感应线截掉，所以你不会亮灯。所以撞击了以后，它不会爆开。无安全气囊保护，车主甲乘客分别受到轻重伤。车主脑内出血，要伫病院观察。不过车主向警察表示，买是二手车。汽车专业人士表示，安全气囊无法度保养，平常时袂提掉。一般人也真歹为外观去看安全气囊是不是被提掉。现在其实坊间有一些技术，或者是车主对于因为金额上的一些要求，他选择把车辆修复，但是气囊并没有恢复。专业人士也提醒，原厂安全气囊也是有使用年限，平均的寿命差不多是8年到10年，若是会有氮气，也是有可能无法度启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高雄。伫古早，高雄港头前有铁轨路，后来呢，伫咧车站的头前嘛有设一个号志楼。号志楼甲搭已经有97年的历史。结果伫13个时，号志楼发生火灾，建筑物即马烧甲真严重。民众翕拍13号下晡，伫高雄铁道文化园区的号志楼熊熊庆出大火，相对伫半点钟以后将火拍花，但号志楼2楼已经烧甲差不多半毁。12间都是木屋啊！我就那时候就赶快赶过来，赶回来了。我赶到这边好像是4点，已经烧起来。号志楼伫1923年起的，是代替高雄港线的历史建筑。同顶贵的，就是伫2楼，会使用人工控制火车分道的机械，到即马阁会使运作，会使讲是铁路国宝。高雄市政府为了保存，嘛正在进行建筑的修复工程。发生火灾以后，有铁道迷真伤心，特别过来看。睡不着，因为就想说，哇，一个古迹就这样烧掉了。里头的机械的装置，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它熏黑了，但是到底是不是能够再操作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等到火场的建设完成以后，我们进去测试才能够进一步确认。因为号志楼无电，相对初步研判是外来的火源，但详细原因阁需要查明。文化局表示，若是内底机具歹去，将会请代替协助修理。记者王家川、关建准报道。镜头来台南县化的流浪动物之家最近有定优册改善收容环境，希望会当吸引更较侪民众去参观，来增加动物红认养回去的机会。看过去一间一间无共色彩、用茶器的厝，就是这阵流浪狗仔和猫仔的家。为着展现因古水的模样，台南善化流浪动物之家下真侪心思改善收容所的环境，希望会使吸引民众来家参观，和动物加接触。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有做一堵新的那个彩绘墙，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环境更为缤纷。那也欢迎民众有时候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遛狗，当成一个公园这样子。
台湾伫咧2017年释出流浪动物禁止安乐死的政策，全台湾公立的动物收容所为迄阵开始就禁止捕杀流浪动物，强调以较无遐尔粗残的方式对待动物，也互流浪猫仔、狗仔脱离安乐死的命运，有机会去互野放。毋过，这也互收容所增加袂少的压力和负担。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就是说，屏传北门区有一些流浪犬因为游荡，那就有破坏农作物，那也有像是会攻击一些野生动物，那或者是说有闯进农舍的一些事件。那所以最近的话，就是台南市政府都积极的在做捕捉以及 TNR 的动作。收容所的人员表示，遮有路无厝的狗仔和猫仔等等的动物，大部分拢会伫咧遮度过因的后半世人，所以希望透过这摆重新整理环境、彩绘壁面，希望会使邀请更较侪人来领养，甲因带转去做伴。记者综合报道。咱赶紧来看正珍贵的保育类的鸟仔，白色鸟嘛是青石仔，即马是出现伫咧桃园的大溪、野鸟学会，也有农业局甲警方即马伫咧迄个所在打告示，嘛有封锁线，禁止民众去检查这鸟仔的生产地，若是违反规定，爱食罪。数量无济保育类鸟仔，白色鸟也就是青石仔出现伫咧桃园的大溪，吸引真侪人来翕相。为着袂搅扰到因生产后代，野鸟学会甲农业局也有警方打公告，嘛有封锁线，呼吁来欣赏鸟的人爱保持距离。这个真幸运会当亲目睭看到青石仔风采的鸟友，是感觉真欢喜，非常开心。怎么说？因为八色鸟非常的漂亮，有8个颜色，很鲜艳，而且它非常不容易拍。有的上百个大炮在等着拍，有的是追着鸟一直追。你很幸运哦。对啊，不错，今天运气算不错。昨天来没拍到，今天总算拍到了。青石仔较介意伫咧人较少的树林内底，逐年的4、5月啊，是因繁殖的季节。为83年到90年之间，石门水库真正会当听到青石仔的声音。过去上济有一届发现14只青石仔的记录，到即马敢若发现2只尔。在台湾的浅山地方，我们发现到很多的鸟类，它是不断的在增长，但是唯独一个例外，就八色鸟。尤其在新竹以北，它下降的趋势更高，下降到50%以上。八色鸟它是属于珍贵稀有，就是第2级的那个保育鸟类，好，所以骚扰它的话，大概会有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就是并科6到30万的罚金。野鸟学会呼吁民众，若看到青石仔，唔通黑白摕物件互因食，嘛唔通甲因肉或者是要甲掠，这拢会甲因搅扰到。即马嘛有派巡守员志工维持现场的秩序，希望青石仔会当伫遮顺利平安生产出后一代。农业局嘛表示，违反的人会以野生动物保育法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第3个丁湖社区有一个卖老歌舞团，用时代上介介意跳舞的方式，甲阿公阿嬷叮当相思，直接叮当真正较袂老。对音乐跳舞，南投县德山乡丁湖社区的阿公阿嬷徛规排，无讲恁家摇袂出来，因其实拢已经超过75岁啊。因为爱唱歌、爱跳舞，社区的老师特别替因安排课程，互大家学跳舞、练身体，真足甲看，大家骹手搁不离溜达。丁湖社区伊是属于较庄脚型的社区，所以阮伫咧安排课程，拢以因的生活方式，较接近因较会当接受的方式来甲伊排课。丁湖社区发展协会表示，卖老歌舞团是伫咧旧年成立，即阵有30几个时代参加，有长辈一知影即个消息，拢真欢喜。因为会使和大家做阵跳舞、世界去表演，而且年岁上大已经94岁啊。嘛有去南投，搁嘛有去公所。我的改变就是亲像心内安尼吼。不感觉讲有较会开去，因为欢喜做伙，佮有音乐做伴，丁湖社区长辈讲，徛伫咧舞台顶，啥物白疼都拢无啊，连拐仔也免举。因希望会使踮伫咧卖老歌舞团，互家己的心永远袂老。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咱台湾各地大多数是多云到好天，西半部高温稍热，若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到外岛是多云到好天。毋过过昼了后，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仔载开始会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是34度。中部温度上加23度，上悬34度。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6度。东部温度上加23度，上悬32度。外岛温度上加21度，上悬31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竹，祝乡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市行的 DJ TK 啦。咱今仔日要来放送的主题就是，我心刻白白啊，走三关的歌戏。歌戏汉字写作歌戏，罗马字写作歌哇歌啊。好意戏，歌第一条，啊第二条，戏第三条。歌戏的发源是台湾早期的民间歌乐落地扫，会叫落地，是因为伊的表演形式简单，通常拢伫庙埕、空地啊，也是伫街路顶，涂骹扫扫咧就开始演出啦。嘛有人甲这种表演叫做本地歌。传统的歌戏内容真自由，定有做话戏的，也就是先甲演员讲大概要演的剧情，然后演员就家己的 freestyle， 因为照家己介意的歌戏调，自由天词去唱去演。传统的歌戏因为无法度用伤复杂的道具，就用身段来表现情景，亲像开门。骑马等等，一切拢是靠演员的功夫。歌戏班内面除了舞台前看到的演员进场以外，还佫有乐师，也就是后场。俗语讲3分前场，7分后场，佫讲无后场行无脚步，就是讲若无乐师的音乐。正场的演员嘛搬袂落去啊，而且乐师现场的演奏吼，迄是摕规块卡带来放，嘛无底比的啦。古早时代，一般人看袂起演员，讲是爸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讲是无才调的爸母，才会送囡仔去学歌戏做演员。不过即摆时代无共啊，真侪演员拢真受大众尊敬。例如歌戏、落地扫、做话戏、身段、乐师、3分前场、7分后场，无后场行无脚步，爸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放下世凉无人管，为心只有打工一句。